是吧？行，别走啊，警察一会儿就来。该报警的人是我，你想怎么样，我奉陪。你谁呀你？你是梅文龙的女儿美兰妮是吗？对，你是谁？卖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卖了？梅小姐，你父亲的别墅因为巨额债务，已经抵押给了谭先生，现在这里确实已经是他的财产了。不可能！我爸卖房子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你父亲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mobile you dial is. 一定是关机了，不用打了。您拨叫的用户。我爸他还有没有告诉你别的联系方式？没有。那他们说什么时候再回来没有？也许说过了，但我忘了。我不关心这个。我关心的是，现在这是我的地方，我想休息。你什么时候可以离开？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啊？我没有地方去啊。这跟我没关系。给你半小时收拾东西，请吧。梅小姐，请吧。房子暂时给你住，我一定会抢回来的。开心了，到了是吧？明月27号，问问就行啊，等你。哎，你好，问一下那27栋楼怎么走啊？哎呦，嘿，这是谁呀？这是？手机给我，干嘛呀？快点。我电话找不着了。嗨，哎，我问你，你上这儿干嘛来了啊？你去27栋干嘛呀？我哥们儿住这儿啊。你认识那姓谭的？我们俩10几年朋友了，怎么着你？趁人之危，一丘之貉。哎，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？我刚刚借完你手机，不是你干嘛去啊？
哎！怎么又是你啊？手机忘了。不是，他是你。哎，别误会啊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纯属路人甲乙。涉属一窝。怎么回事？这肯定是你得罪人家了呗。行了，别站着了，进去聊。走。没见过逼了啊！伸个脖子看看这。你不叫我来看看吗？我不得好好看看。喝点什么？咖啡啊？别咖啡了，水吧。怎么着啊？这大妹了，收的谁家大公司啊？刚才那女孩啊？是啊，不行吗？我还想收你呢，让不让啊？行啊，你法海随便收。我最近接一烂摊子，一堆事儿。你传什么呢？哎，我最近收了一那个德国进口那头盔，配我那山地车绝配，回头率100%。这么牛啊？当然了，改天比比吗？行啊。哎，别改天了，咱就今天呗。您大忙人，逮您时间多难得呀。这有没有眼力劲儿？乱七八糟的没收拾呢。说改天咱就改天呗。行行，您忙，反正要说约你比个赛吧，还得排队约你时间。带我参观一下呗，看看吧。走。还伸脖子看。看看看看。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实力。接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哎，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儿，你琢磨琢磨啊，叫上爱宝跟磊磊，咱好好聚一聚。再说了。这爱宝都是要结婚的人了，我这每天公司一堆事儿，头都大。再说，行，那你先忙着啊，算欠我们一次啊。慢点骑啊。哎，你怎么还跟那戳着呢？没地儿去，没地儿去，你回家呀？刚那儿就是我家。我爸破产了。哎，那你也不能跟这儿戳着呀，你要不打个电话给朋友，这大晚上的。都不接。行，看明白了，您这人缘跟智商差不多。你在这看什么看呀？你赶紧走呀你，烦人！不走了啊？走。我真走了。喂，你好。喂。这么近打什么电话呀？吼一嗓子不完了吗？那个，要不我住你家吧？住我家？啊。你回你自己家住去吧。
回家住，我待这儿干嘛呀？你来回瞎骑什么骑呀你？你才有病呢！喂，给你5分钟，马上回来。季晓，哎，明早9点没问题吧？什么呀？明早9点从这儿搬出去没问题吧？那个，我能不能先？不能。哎，楼上的床品我已经换成我自己的了，你呢？